国家图书馆今年12月拢会举办台湾阅读节。今年12月开始，伫台湾各地头的公共图书馆、学校等等，卖举办讲座、册展甲表演。国小学生伫台顶热情跳舞，为今年的台湾阅读节开幕。台湾阅读节伫每年12月举办，透过各种活动来推动阅读，亲像旧年有透过表演、讲故事、大耍等等活动，结合课讲鼓励囡仔加看册。今年阁有刷定订文，邀请民众以厝内料理出发，写出对家庭的记忆。透过这种方式，互文学会使结合生活经验。所以我们来看看作家笔下的饮食美学。我们也希望透过文字来勾动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搭配这几年来课纲里面在推的STEAM。过去我们谈阅读的时候呢，比较着重在文学的部分。我们希望把科学的东西，把数学的东西，把艺术的东西呢，能够融入到阅读里头来。希望他们透过阅读可以增加这一方面的知识。教育部表示，这几年虽然实体册有卖较少的情形，但是相对有观察到民众看册的习惯渐渐转到电子册。嘛有发现疫情之下，民众对看册也是真重视。今年的5月虽然疫情升级那但是电子书的借阅还有就是透过我们有超商的这个借书的通路其实那个借阅量都是有增加的，大家反而是会更需要做这个阅读，然后也是我们精神的一个12月册是台湾阅读节就要起稿，教育部表示，看册是真好的终身学习活动。新课纲强调自主学习的能力，看册就真做真重要的部分，鼓励大人囡仔拢来培养看册的兴趣。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